我想应该很少活着的人待在里面过。我想我是少数有这样的经验。接体员这个工作呢，它是在殡仪馆里面算是一个约聘的公务人员，接的是一些葬仪社他们不愿意甚至是无法去处理的。虽然角色它叫做接体员，但是我们并没有特别具体或者是特别细微的去针对工作的细节有特别多的交代，更多的会是我们在跟这个大体他是如何过世的，然后家属如何看待这个事情，然后大体跟家属之间的情感的纠葛又是如何，然后作为一个接体员的角度看到这个东西，他自己又得到了什么样的启发？之前在拍摄别的那个影视剧的时候，我是有真的到殡仪馆停尸间去躺过，所以我当时我就是觉得说问心无愧，我只是来拍摄。那我们也跟他们说了，大家也都是很安静的来做这个拍摄的动作，对，那心里也没有特别的去有不好的想法或者是什么，就很平静的，然后我也是套在那个丝带里面那样拉，然后推进去。他其实要的就是这个画面，就是说在剧情的需要，我是往生了。然后给家人看了最后一眼，然后拉上，然后推进这样的动作，对，所以对那个环境是接触过的，是也待过。我想应该很少活着的人待在里面过。我想我是少数有这样的经验。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其实应该是说，可能在台湾的荧光幕前消失比较多。那其实一直都在内地有拍一些影视作品，那可能只是说，可能在内地回响也没那么大，所以台湾也没有人知道，好像你好像是消失了。其实也还好，都在内地忙演出跟一些影视的东西这样子，对啊。音乐的话，目前因为还没有谈到比较合适的合作对象嘛，因为之前的唱片公司他们就结束营业了，或许也考虑就是独立去做发行也有可能啊，就数位线上发行，现在也很流行嘛，就不一定。就是想说不要再回答任何相关的东西了，就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对啊，因为这每一个都问呢，真的这样那，对，我觉得然后也问不出个所以然，然后也，但是还是要写，我就觉得就这样吧。我们还是聊聊音乐剧好了。